台中丰原福德宫的庙前有一块趴远的空地啊，建设公司寄付2000丛的道观，希望未来会当变作美丽花园。第一场用场。 大家同齐要伫咧遮请2000丛的高叶道观，这是丰原福德宫庙头前的空地呀，因为旁远政府总算要伫咧遮打造江浙道观花园。我们特别邀请我们丰原福德宫，大家一起来认养，大家一起来种植，期待让我们的福德墩公园更美丽。 配合市府建设叫葫芦墩公园转变的计划，希望甲空地仔整理一下。建设公司捐2000丛高叶道观，佮到台中市欢迎葫芦墩促进会等地方团体来美化环境。建设局也非常感谢企业能够给我们这么多的资源让我们的整个景观环境变得更美好。 近2000丛的高叶道观会规划江浙花园步道，卖交由丰原福德宫来管理维护。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